歡迎你收睇《快樂商道》，我係 Penny 黃希志。今日咧，我哋嘅主題係講到療愈。啱啱6月份啊，我去咗廣州參加咧全中國第一個身心健康與療愈大會啊！咁啊，有20個嚟自咧全球唔同東西方嘅大師，咁就分享咧關於而家最新嘅科學科技嘅方法，提醒咧我哋嘅內在能量，讓我哋咧可以身心合一。咁啊，今次咧嚟分享嘅嘉賓咧，包括 IS 研究所嘅始創人 Richard Miller， 有我哋嘅清華大學社會學嘅學院院長啊彭海平，亦都咧有心理學嘅導師陳毅新，暢銷書作家咧張德芬。今次東西方嘅大師共守一堂，帶俾咧我哋一個不一樣對於身心健康嘅一個新嘅概念。呢個視頻咧會同大家咧分享咧喺呢3日大會入邊總結咗咧6個關於咧療愈嘅重點。而今次我去呢個活動嘅目標咧有3個，第一個咧就係想了解一下而家喺呢個中國發展得咁蓬勃嘅療愈市場有幾多嘅商機入邊咧。第二個咧就係我好多嘅學生，包括係創業家又好，老闆都好，呢幾年咧都俾呢個市場種種嘅壓力所困擾住，所以我都想咧帶啲東西方唔同嘅療愈方法，幫大家咧再阻止咧呢個內耗，提升專注力。咁啊，最後我自己深信咧，我哋內在世界同我哋嘅目標咧係雙雙連結住。如果我想個人成長得更加快速嘅話，必須要嚟到現場去親身學習。咁啊，今次大會咧都俾咗一啲嘅數字咧，都幾驚嚇人嘅。佢話咧，全球而家咧有3億人啊，都有呢個咧嘅抑鬱病，而女性咧有3個嘅地方都係令佢哋充滿咗壓力，包括咗工作上面俾人哋捽數啦、逼迫啦，家庭生活嘅重擔壓力啦，年紀上面嘅憂慮啦，喺呢個咁競爭激烈嘅社會當中，咁啊點樣先至能夠令到大家可以放鬆，提升咧內在狀態？喺同大家咧分享咧呢6個嘅療愈方法之前咧，先幫大家咧講一講究竟身心健康咧嘅基礎概念咧係啲乜嘢？原來身體嘅健康同埋心靈嘅健康咧係唔可以拆開嘅。咁啊簡單啲講就有啲人會可能話：咦，Penny，你咪講緊身體嘅感受健康同我大腦係分開唔到㗎？咁唔係講呢樣嘢。咩叫身體咧？就係我哋摸到、見到嘅唔同嘅器官啊。咁啊，而講內在世界係講我哋嘅感受、念頭、情緒。咁啊，有啲人以前就以為頭痛醫頭，咪腳痛醫腳咯，即係我手唔舒服就醫手啦，情緒唔舒服咪醫情緒咯。講起身心連結咧，係你嘅身體同你嘅內在咧，原來係密不可分嘅。咁啊，舉個例子就係，唔知大家有冇曾經試過咧？當你好緊張嘅時候，你會有胃痛嘅感覺啦，或者咧，當你可能好緊張嘅時候，你會流汗，你會唔舒服啦。咁呢個就係講緊我哋嘅內在世界會影響咗我哋外在身體嘅感受。咁啊，反之亦然啊！如果你今日你突然間飲咗3罐啤酒，咁咧因為你飲咗啤酒之後，亦都影響到你嘅意識會好暈，會好唔舒服，會有想嘔嘅感覺。咁你會見到就係我哋嘅外在身體嘅狀態，亦都會影響咗我哋嘅內在感受。因此，如果真係要整合，要有一個 total solution 嘅療愈嘅話，我哋係會講身體同你嘅內在咧係連結埋一齊，係唔可以分開。好啦，嚟到重中之重啦，6個療愈方法嘅第一點就係咧同我哋嘅內在連結。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冥想 meditation 啦，我哋可以做呼吸練習啦，我哋甚至乎可以咧自己去畫下畫啦，俾一個 me time 時間啦，可能係刷下茶做茶道啦。呢個種種嘅咧都係可以讓我哋同外在嘅世界咧可以 isolate 我哋自己咧同內在連結。咁啊，重中之重咧，佢講到咧，如果每日有10分鐘嘅冥想時間咧，係特別好嘅。個原因就係咧，我哋唔會再被外在嘅種種嘅聲音啊、圖像啊所去影響到我哋自己嘅狀態。因此呢個獨處時間咧係非常非常之重要。幾乎所有嘅講師都有提到咧，自己係有保持住呢個每日冥想嘅時間。第二點啦，講到咧與其他人咧一個健康嘅連結。當我哋同自己連結完，另外咧就同我哋同其他人嘅連結咧，都會有療愈嘅效應嘅喎。包括同人哋有好嘅交談嘅空間啦。然之後咧，如果你今日心情唔好，能夠咧得到你嘅朋友、愛人所支持，咁啊甚至乎咧可以同啲陌生人咧做啲義工嘅活動。呢啲健康嘅連結咧，都能夠提升到我哋心理嘅狀況。第3點啦，嚟到咧我哋身體嘅照顧同埋釋放。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包括做運動啦，有瑜伽啦、氣功啦、跑步啦，食健康嘅食物，早睡早起，飲多啲水。咁我唔知你聽到你會唔會諗，哇，Penny，你咪講阿媽係女人啊，即係平時都會做㗎啦，保持健康狀態。但係
因為我講到身體同埋心靈嘅療癒，原來身體嘅狀態、你嘅姿勢、動作係會直接影響咗你能量嘅流動，然之後會影響到你念頭，甚至乎咧你內心嘅平靜。咁啊，大家可以試下，即係當你垂頭喪氣嘅時候，我哋會話個人心情唔好係咩啊？垂頭喪氣咯。點解你垂頭喪氣？因為你嘅姿勢就反映咗你今日嘅心情唔好。同樣地，大家試下，當你咧昂首闊步嘅時候，你能唔能夠心情唔好咧？非常之難㗎，所以咧下次試下真係見到有個僆仔，如果喊唔開心嘅時候，佢耷低頭，你就將個頭抬起，會唔會佢好難咧繼續咧沉醉喺唔開心嘅感覺？所以因此咧一個咧小動作，大家可以經常都去練習嘅就係咧抬頭望天空，昂首望天空，即係我將個心胸打開。咁啊，呢個係反地心吸力做啲咩？就係咧唔好我成日都咧低頭啊碌手機啦。經常咧當我哋行出嚟嘅時候咧，想打開我哋嘅空窗，昂首闊步。咁淨係呢個小小嘅調整，將會咧令我哋嘅意識狀態、情緒都變得咧非常之唔一樣。第四點就係咧同大自然連結。所以咧，當有時間有空間咧，記得可以咧去公園、大自然去爬山、去散步、踩單車、游水。咁啊，呢啲咧都係啲非常好嘅活動，令到我哋咧嘅身體、心靈可以重新咧回歸到呢個大自然。咁啊，唔同嘅空氣、陽光，咁呢都係啲好嘅養分咧，令到我哋嘅狀態咧可以提升。嚟到第五點咧，就關於咧有意義嘅創造同埋咧追尋。個意思就係話咧，我哋自己都要做一啲咧係我哋嘅興趣、嗜好，覺得有意義嘅事情啊。咁所以千祈記住啦，如果我哋人一生好麻木，淨係做工作、學習嘅話咧，其實咧我哋嘅身心咧都得唔到咧養分去滋養，因為快樂、放鬆係療癒入邊其中一個咧好重要嘅元素。咁你回想一下，當你做一啲你中意做嘅事情嘅時候，係咪不其然就有啲咧好快樂嘅感受湧現上嚟？因此啊，佢鼓勵我哋咧每個月又好，每個禮拜都好咧，一定要咧空出一啲時間去做一啲你喜歡做嘅事情。好啦，嚟到第六點啦，關於專業協助，即係話咧，當我哋真係遇到重大嘅創傷或者心理上面嘅唔舒服嘅時候，記得要揾專業嘅人士，可能佢哋係心理學醫生又好，精神科醫生都好，希望咧能夠揾到佢哋嘅幫忙，離開呢個黑暗嘅狀態，離開呢個黑洞。咁啊，最後咧想同你去分享咧喺活動當中咧3個咧最能夠啟發到我嘅內容。咁啊，第一個咧係關於身心連結。佢哋講到咧就係我哋嘅身體就好似我哋嘅鏡子一樣，投射住咧我哋內心世界嘅諗法，我哋咧嘅阻礙。所以咧好多時候我哋永遠都要記住身心係一體嘅。只要我哋不斷咧咁樣去照顧我哋嘅兩方面唔同嘅狀態咧，自然而然咧就可以減低我哋嘅內耗，減低我哋嘅壓力。第二點咧就係從一個中醫大師咧去分享關於中醫去睇療嘅一個角度，原來咧同古老經典咧係如出一轍。佢哋咧從事呢個療癒行業咧已經超過4000年歷史。原來中醫一直咧都係療癒緊我哋每一個人。佢哋咧有一個概念係關於人係本自俱足嘅，即係話咧佢冇加一啲入去或者減一啲嘢走，佢哋都係幫緊我哋咧去平衡、去調理，令到我哋每個人咧活出我哋最佳嘅狀態。呢一個咧就係喺中醫角度講嘅療癒，其實同我哋一路講緊身心靈界嘅嘢係如出一轍。只要將你自己本身嘅一方面做得最好嘅時候咧，自然而然咧就係一個最佳嘅狀態。第三點咧就係關於當聽到好多個唔同嘅大師喺度結尾咧，都會提到陽明心學。佢哋咧都會講到心外無理，心外無事，即係話咧喺我哋嘅心識外邊嘅世界，所有嘅咧都係由我哋內在世界去創造。同我哋咧一路講緊嘅種子法則幾個基礎嘅概念，幾乎係如出一轍嘅。因此，只要調整好我哋內在嘅意識圖片，自然而然咧都能夠改變到我哋嘅外在世界。有時間嘅關係，今日嘅分享咧就去到呢一度。呢3日嘅活動咧，我仲有好多精彩嘅內容咧要同你去分享。因此，我喺6月18號將會有一場咧免費嘅線上分享會。今日你只需要咧喺樓下留言618，咁啊我嘅同事咧就會將你報名連結咧去發佈俾大家噶啦。如果你中意咧我呢條視頻，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我每星期咧都會同大家分享一啲新嘅內容。如果唔想錯過嘅話，記得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